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族群，佢哋話萬乃都有，長長嘅身樣總係會吸引你嘅目光哦。台灣昆蟲王國地位度嘅生物有千多。唔過呢，你啥冇乜了解佢哋呢？佢哋算係高等形容版嘅秘密生物，一下就向下出發，去前看到你身邊嘅昆蟲哦。昆蟲抗人情，啲好高嘅骨頭，點清嘅矮樹叢度，其實呢有千多嘅昆蟲啲粒生發咯，一下就會你來去看下咧。有一隻看唔到嘅昆蟲殺手，啲粒鋪墊呢，準備愛攻擊。佢啊，係昆蟲界嘅狙擊手，草蜢誒。附近有千多嘅用葉誒、同蓬誒，無限地萬乃風花采蜜，一槍冇注意到草蜢誒哦。草蜢啊，利用長長嘅葉誒，留起架扛起來，啲順頭啊。點點的請通俗嘅司機哦，佢用清麗嘅風眼看定四周圍，向前無廉用嘅前腳就像隨時準備去發動攻擊咯。草蜢利用中腳和後腳啲草排。老幹木叢地背度跳上跌落，啲嘅葉叢上來來去去，連發嘅前腳伴草蜢像係為強樣，強強鬆鬆攀地吊壁。唔過呢，佢千主要嘅功能係係愛來做獵物嘅哦。草蜢留其他昆蟲冇強樣嘅位所，就係佢嘅驚人留人類動槍哦。佢嘅頭做得立上立下，咁樣就做得唔是挺同身體，未做得挖頭看到身邊嘅環境咯，咁樣就唔會俾人發現喺度買。再加上草蜢嘅風眼動力，本佢啲打獵嘅時節大擺就做有學識咧哦。記到綠色嘅細昆蟲，接為到面頭前好食嘅東西，啥冇注意到身邊嘅天然咯。草蜢難登前腳，看起來伊像係為採購嘅蟲出嘅戲服，佢係用嘅無臉一出手，獵物就走唔得咧。草蜢留草蜢連朋友都做唔上哦。盲生蟲嘅細草蜢打獵嘅時節，咪要隨時注意自家嘅安全咯。等到有一日生蟲，咪要注意其他大型嘅草蜢向前嘅態度誒。就算係前向天，咪要相互提防等咯。係講唔到好高嘅骨頭，發現騎定太多嘅草蜢，唔做得用人嘅螳螂拳，留佢鼻梁下哦，佢馬啥卡厲害。